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我的车行到伊就按摩伊就丢，哎呦崩空啦！礼拜日文强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！哪有？好油鸡，好油鸡，我不来吃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酥、清汤、鸡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肚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迄阵到背第一声的时，军车已经驶过北边的田花，按大路迄角头向南驶过来。车顶的光扫到路边的山野丛，拢变做脆糊糊的乌影，规排倒落去。伫这个真正黑暗的半暝，一个细细散只的残砖，亲像迄无声的大炮弄着，变做一桩搁一桩的火金星爆炸。主报，你马上出来！出来，都别大清。咱遮美丽乡布仔寮，上古早是一个小番声，叫做头埔声，甲官外埔头相对。后来因为男子先客定定做水，这个小番声散甲东去，就是即卖的布仔寮。伫遮，迄男子先客原在为北向西向南西半年，又搁南平无偌远有一条单薄坑溪。这布仔寮拄好夹伫这两条溪的中央。布仔寮自来人口无济，总是代志大大细细，佫也袂少。这敢有影哈？阿姐，无影我会专工来通知你家己看。这政府的传单啦，白纸黑字啦，佫有转豆官印，迄毋是我咧空嘴布置的啦。水粉啊，毋捌字，敢若会认得迄个大印，红红细细角角。问新仔讲：这纸写啥物字？写讲报案若出来自首，就算无罪啊啦。毋免管哦，拢毋免啦。新仔甲迄张纸拗咧，收蹛地下来，佮讲：卖着紧啦，过时就无效啊啦。啊像木啊，即马互人杀掉啊，无死刑，嘛着无期徒刑。这个木伫山内米3个月，无通食，差一孙仔枵死，家己走出来互人掠。李长林的消息上灵通，讲迄死刑拢是先行刑的，偏甲烂，照挂掉，再用枪绑互去。不离过即句话，水粉无学互布仔听。水粉甲阿花拔好势，反复讲：真足听，有人来，远远就甲飞，
唔通做你困。暗顿早早款好，食饱带囡仔去困。到半暝，阿花也无肥，水粉爬起床，暗暗望来灶骹，捡一支茶，甲饼讲三下。迄饼闪的印意，内面缀咧哭三下。伊甲满裤刷一边，伸手摸迄饼，轻轻啊塞一个，庄啊下开去，饼一个空。压落去看，乌乌无看啥，一个臭酸味。水粉啊细声叫，宝啊，无人应，手伸入去摸，摸到一块冷冷定定的，就是宝啊的片头。宝啊应讲：水粉，我伫遮啦。这条番薯互你食，紧食。水粉啊，甲番钱钱入去空内面，互因翁宝啊食。宝啊食食的喙焦。最好啊！宝啊，你若出来自首，都无做，唔免管。政府是你咧坐的哟，我无做，迄话毋是我讲的。毋是你讲的，人都要掠你，你敢有法度？你毋通死个黑白听人讲，迄话袂信真。新仔讲的，迄纸有转豆干印，我亲目看的。宝啊无因意，番钱食了，讨要4分。买着紧，时间若过去，自首嘛无效。宝啊粉死了，要放牛，水粉摕果仔互伊放。木啊，伫山内觅3个月，无通食，走出来互人掠。你规日觅伫即个饼空，袂顶袂动，无日时无暗时，敢会比坐竿仔佫较快活？你去问新的有啥物保证？保证？阿姐，你哪会遮戆吼？明明迄白纸写乌字，阁有转豆干印，你也毋是无看呀？要紧去甲宝啊讲，若是即马出来自首，咱政府绝对保证无罪拢免关。我甲你讲，鸡卵较肉都有芳啦。在你宝啊，外敖藏啊，今早晚人拢会知影啦。死狗啊，掠着啊，无遐好食困啦。即个心啊，宝啊的亲小弟，哪讲心内哪算？我即个阿姐昨昏暗头才甲你讲遐个话，今仔日透早你就来回。这宝啊，毋是米伫厝内，抑阁有倒位通好味？新啊，赶紧脚踏车骑咧，去派出所找刑事陈的。这个陈刑事30岁出头，带一个某外省婆啊，会晓讲半桶屎中国话，笑哭哭。为了宝啊这项代志，已经米店来过3摆。第一摆，甲新啊讲。恁宝啊，这条罪是牵涉到强产匪谍国家大事，毋是普通杀人放火的小代志。若是无掠着，你这个做小弟的，顺续牵涉在内，毋是好康的。第二摆来讲，即马政府的法令，你嘛真了解。你知影伊秘伫倒？无来派出所通知，这就是知匪不报、通匪罪，甲强产分子同款处理。新啊，互伊喊一个，赶紧承认。我就是惊去互牵连着，我早就甲因规家伙拢断甲离啊，拢无来往啊啦。实在嘛毋知报下伊秘伫倒位啦。新啊，愈想愈无妥当，惊等的过来做骹手。找伊麻烦，规定日搭脚踏车载一袋咱宝岛一级的凤梨米，亲身扛入去刑事陈的宿舍，送互因太太。第3摆，刑事陈的过来，甲新啊讲，若是检举匪谍、
通报消息，政府拢有赏金。我生意人共费半个毋捌。若赏金是讲赏金偌济？若是掠着判死刑的，也是判无期徒刑的，赏金20万。新仔因某囡仔听着，甲新仔讲：宝啊，这个案件包毋是死刑，就是无期徒刑。这个赏金，敢若你趁会到？敢若我趁会到？你做小弟，讲话因会听。你去，这张纸互水粉看，讲政府的传单有讲，宝也出来自首，拢无做毋免关。话讲煞，摕一张纸单互新仔。你这咱米店的税单，哪会用字？水粉啊，毋捌字，你互伊看，里面有一个倒挂印，伊得信信。新仔骑车去派出所，甲刑事等的讲。宝啊，米伫厝面。我白讲，迄规间厝，互阮抄过几落摆啊！规间互阮抄过，互要变过，连一只家纸都抄无。迄个宝啊，哪有可能米伫遐？新仔怎啊甲等的讲迄个自首无罪价值？暗头仔讲的话，透早就来回，无伫厝面，也有伫倒位？但呢，心内想讲，迄间厝早暗拢有人咧监视，都无看到有人咧出入。包是米伫内面无毋对。算入去，随去报告顶司，顶司报告报案的，报案的联络警总，马上采取行动，迄暗半暝掠人。但呢，甲新仔讲，一切你负责。若是福鼎达掠无人，你就知死。事实若毋是迄年1953年12月初3，西美利亚的大寒流来到台湾，迄暗特别冷，囡仔落尾就要搁赶几间海头仔出来，大家都袂水甲遐厉害，话都袂讲遐济，就拢无遮的代志啊。就是侥幸，迄暗确实特别冷，酒啉袂烧落。群王啊、宝啊、甲全啊，因无目的酒量，大声就烧到有醉，迄是有影。来哦来哦，杀落去哦！水着好，水着好，我无法力啊！我嘛差不多啊啦，搁啉落吼就醉啊啦。文琴无啉，头到尾敢若掺两句话。上殿的总统命，拍算伤影哦。木啊，普通时无爱讲话，酒若落喉，话就较济路边的狗屎。酒醉心头定啦，酒少无性命，啉啦啉啦。群王啊，甲伊半斤八两斗一担，两人规暗搭喙舌。无啊，你啉抑阁无够啦，来。咱来花两棍啊！我甲你啉一个，较有咧。哼，阎罗王开酒店，毋惊死的，做你来啦！到底迄句话确实是啥人讲的？但即马代志过去了遮济冬啊，事实也无当去对峙啊。不过接后来，宝记啊伫派出所的口径，伊讲：我着拢伫灶骹。无用咧煮食，头前人去讲啥，我也拢无听到啦。尾啊，互人拖去警备司令部，未堪伫碟才讲出来。迄暗青梅吉啊无伫遐，毋过前前后后照听起来，迄句话原本是伊讲的，只是无毋对，所以伊有算在内。挂宝记啊、阿银啊、因翁某拢总八下。7个查甫，1个查某。后来有人甲因号做八仙过海。大声是宝记啊，互人叫去派出所。刑事单的问伊：昨恁店面开什么会议？昨晚西美利亚大寒流，寒到要死，也无几个人客。
哪有开啥会？有啥人参加？我即个毋食点啊，出任拢是熟识人客，哪有啥任务？昨暗讨论啥物大事？食菜啉酒，讲话话声，哪有啥大代志咧？问一步无头无尾，回去直接甲伊送去台南市警备司令部处理。阿囡仔伫店里等无保期啊，转来去派出所问，才知影代志大，人送走去啊，赶紧去找某啊，问伊。当要安怎？某还是乡公所写文书的人，官厅的代志捌较济。我赶紧通知宝啊，甲王啊。王啊，又搁去通知全啊，甲文庆。天未暗，便已来到地中山，连车马家人也在来。宝啊，甲木啊，骹手紧，走有离，敢若因两人掠无着。结局就是人讲的，招酒讲酒话，野甲一身罪。迄个经过，八个中间，就是阿囡仔口经上界招魂有斗句，迄话头就是伊先拿起的。迄青梅家啦，不拉喙，我实在有够准。讲阮兜11月有一个劫，真是无代无志，阮妹啊无长验，急性的，车去台南病院。医生讲吼，搁慢1点钟来，毛肠病破，腹膜炎，都3药咱也无医。我甲看，夭寿，迄毛肠一条哪红豆滚啊！啊，迄青梅啊罔药的啦。昆龙啊，坐伫某个身边，甲伊参。你通体记啊，实在是有准。迄日按因门口过，甲我叫王啊，恁兜牛啊，包有好势无？吼，啊，着足热。你知影阮兜的牛吼，拢绑伫牛条内啦，毋捌放死过去，转来厝罔甲顺，哎咯，啊无讲无代志，讲一个牛向牵去啊，牛条空空。牛的代志，全啊内行。伊问讲，啊是牵去倒啦？哦，啊，着去伫迄个社头遐，去互恁爸找着。啊来安怎？啊，着剩一粒牛头，甲一支牛尾溜啦。迄牛角长短机，我着会认的。规只牛，甲抬较清气淡淡。啊来安怎？啊，恁爸着规粒牛头，甲摸转来厝，栽伫红架桌顶。啊，阮烦啊看着，讲牛啊，咧流目屎啦，毋甘心啦，摸咧吼。可怜呆哦，迄牛上冷啥？要死吼，会流目屎呢。全人细汉捌饲过牛，直伫顶头用手勒目睭。迄暗6个人啉一担海头啊，还袂烧落。文庆无啉，无算再来。囡仔有斗啉一罐。时间要早，搁开3间出来。王啊啉酒话大声。啊，迄遗传的啦。听讲吼，因公啊向时嘛是安尼。毋嘛是青梅。互迄支喙啦，见讲见声，哪不拉咧？因讲啊，啊毋着日本时代咧。搁迄个进前啦，咱迄个古早番社的时代啦。番社时代。迄真古早啦，无人知啦。但无人知，啊较早咱遮着叫做顶埔社，拢嘛番仔咧大。迄番吼早都无去啊啦，迄无算啊啦。嘿，你毋通讲迄拢无算。就是迄时阵，宝啊酒啉了过头，头脑插袂牢，所以啊插一句：有影是啊。你讲啥？你敢知？干，讲恁爸做总统。较早去困啊！你即班的要做总统。宝啊毋认输，讲阿德啊，联合国甲恁爸做朋友，你听有无？青梅家来讲的，恁爸74岁做总统。啊，无较早啦，74倒要去啦，伤老啊！你今年偌济？上低啦，何者？秀弟诶，多好30。这时，
宝旗啊捧一尾带仔鱼出来。王阿讲：哎哟，甲迄个老蒋啊共款，想伫诶。文庆规暗无讲话，雄雄也插一句：上殿的总统命吼，拍算是有影哦。袂信啊！看，总统也是我来做靠班啊。无啊，你毋通讲安尼，对总统无礼。木啊，这时已经醉过头，抹洗去啊，酒后啊摕起来，讲：来，总统用选的，干一杯，改拼，选总统改拼啦！事后有人嫌疑是文庆啊做报马啊去报的，判伊3冬，尾啊关1年就假释放出来，无搁再关。也有人讲是因某说啦，拜托一个外省的将官用钱买出来，尾啊家伙开打去，迄是有影。迄暗文庆转到厝要困啊，甲某讲：人讲青面镜啊，实在准啊！这个因某说啊，生做哪火团，乌个打散，目睭凸凸，有一个大暗龟，甲总线的问题，不是神经质，讲话起起徛徛，亲像冲原兵啊咧拍机关枪，上佳甲人相争。是安怎准啊？敢有咱大帝庙玉皇上帝遐准？你敢毋讲我听啊？讲阿银因妹啊换一个夹，真是去台南病院手术无长，一条那红豆棍，慢1点钟都无命呢。一条哪豆棍？你敢有亲目睭看到？讲红牛生相生，查某的嘛张着啊。牛的4冬生5岁，拢查某的，规腹内都无一粒6分啊卵，用药嘛知。文庆啊讲一句，说啊应2句。文庆啊讲袂赢，无心息，头壳用被掩起来，毋插伊就要困。说啊醒了也无够开，毋放伊煞，被掀起来，大耳边仰。伊还佫讲啥？文庆啊，互伊译一个赞袂牢，大声应，讲报也要做总统啊！你是要甲安怎？说啊跳起来坐。哎哟！你都无食酒，当会讲酒话？搭你讲，这话是拄倒来的。文庆互伊吵甲无法度，迄项伫宝旗遐的话，大句细句，成得一酒，拢总吐出来。你搁讲啥？我无啉酒，讲2句啦。2句啥？上殿的总统命啦。夭寿哦！搁一句啥？总统用选的。打死啊！废去啊！怎么介严啉呢？这总统的代志，互你会使黑白讲一呢？我问你啊，遮济冬啊，你这世人敢要去选总统？毋捌呢，某甲讲的啊，甲因拼选总统啊！打死啊！废去啊！厉害啊！夭寿哦！人若去报，你就知死啊啦！煞啊，安尼讲才够开，倒落去困。文庆啊，互煞咧哈一个，爱困神无去，想咧坐起来，讲：我先来去派出所自首啦。正是透早来到派出所，姓林的福州啊同直，文庆啊惊我去，细声讲：我是洪文庆啊。福州林的头起起咧看报纸，讲：有代志，订点名，填表咯。我袂晓写名，嘛袂晓填表，我要自首啦。这时福州林的这丫头，这个文庆一顶龟梨啊看咧，无看头，无看面。拄着，你台天啥人？我无杀人啦。你去抢劫？我无抢劫。福州林伸手甲文庆啊，迄顶龟梨啊掀起来。你无杀人，无抢劫，要拄着听？
我讲歹话啦。福州人嘛想讲，打好啊，你即个草地啊，也敢来滚我的笑，加一个笑面问伊。讲啥物话？你讲来，两下定看卖。上帝的总统命，福州人啊惊一条，双手甲脏咧。你侮辱国家元首咯！知影代志严重，叫刑事等下来斗门做通译。等下问文庆啊，你还阁讲啥物？总统爱用选的。哦，袂通啊！我要命啊！要造反咯！一支底枪飞出来，拄伫文庆的颔棍边。给我讲听！文庆惊甲毋敢喘气，想要摇头。福州人“砰”一声，枪都甲弹落去。文庆啊，想讲安尔话，一声打气啊，惊一个摇窜出来，煞无死，才知影迄枪是弹假，甲伊喊。乖乖啊，迄暗伫宝旗啊遐，一声一句全部讲出来。1954年5月，高雄县美丽乡总统案判决。迄个进程，因为苏木甲珠宝案发逃走，抓无到的关系，有一寡前提。苏木走入去山内面，3个月无面通食，抄一撮仔钥匙，走出来互人掠。当时伫伊的身躯顶有抄着2支武术刀，一支长的用来杀人，一支短的家己切腹自杀用，所以算作武装叛乱。又搁伫宝旗啊遐，伊讲选总统甲因拼，就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，算作是主犯。根据《挺治叛乱条例》第2条第1项，判做死刑，剃夺公权终身，2支武术刀充公。珠宝，你马上出来！出来，都别单枪。宝啊，密点厝内病人，几个月后，互家己的牛仔出卖。警总出动义母啊6只，有举长枪的兵啊15个，派底枪的队长1个，半暝啊来掠人。结果珠宝参加叛乱组织，意图颠覆政府。攻击报警，拒绝逮捕，判无期徒刑，剃夺公权终身。全啊甲昆王啊，共款依照将犯参加叛乱组织，非法集会，意图颠覆政府，判25冬。宝旗甲水银2翁仔某是以非法集会、包庇叛徒，判12冬。车美吉啊是以散布谣言、侮辱国家元首。判4冬，文庆啊是非法集会，侮辱国家元首，判3冬。因为介严重的关系，苏木的死刑无搁上诉。1954年6月4号执行。李长林的讲是片啊先挂掉，然后才弹枪绑我死。过无偌久，宝华的小弟新啊，为着赏金20万的代志，走去问刑事单的。你又搁来啊？你毋是讲检举飞碟报消息的，会收20万？你报啥物消息？迄厝一工24小时，阮咧监视，早就知影，伊秘伫迄啊。这我问你，你这个名是安怎来？我这个名，阮老爸好呀。讲白贼？无啦。啊，骗人袂晓讲国语哦。你这个名洪新，咱国语叫做洪新，迄明明就是共产党的意思。老实讲，你甲共产党有啥物关系？新啊，迄个大面神
先碰碰鸡龟，互人插一空，卜一个闹风气，捏甲爆爆爆，面皮一打青的，一打白，嘴啊开哈哈，话煞无去。脚踏车徛咧，弄转来厝，惊甲规日毋讲话，3日毋敢出门。尾啊，迄个赏金的代志，等下做介绍，用因某的名报起哩，甲主管姓关的公家分。安尼，这个总统案到这算作全部结束，圆满破案。迄个以后4年中间，一直到青梅节啊放倒来迄当，大大细细的代志，至少有来发生。但是伫不阿了。无人搁再讲起总统案这件代志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乡事宝记》是由陈雷先生原作，罗家书编剧。剧中的人物：宝啊，金培坤演出；水粉啊，黄志勇演出；新啊，张志宏演出；蛋呢，福州林林瑞坤演出；叶啊，陈丽华演出；宝记啊，王团结演出；阿银。彭玉顺演出，木啊黄新地演出，昆龙啊张家济演出，全啊王元波演出，雪啊高秀君演出，文庆啊口碑罗家书演出。